咗去 shopping 啊、去書展之外，仲有好多嘢做嘅。抬頭望下天啦，有 UFO 添㗎。嗱，記得啊，就飛碟學會咧主辦嘅暑假 UFO 鑑證嘉年華咧，喺2010年嘅8月21號舉行啊！記得啊，睇睇呢個網站啊嚇，盡早去報名啊！即係座位有限。哇！當日咧，除咗專家出現之外咧，唔知有冇外星人出現咧？